聽住老婆被打強姦，喪喊男匿埋。化名楊某嘅31歲深圳男，事後喪喊自認廢柴，但係點自責都彌補唔到老婆嘅傷痛。楊某喺當地開鋪仔，專門修理電器，因為細膽怕事，成日俾聯防隊隊員楊喜利欺凌。上個月23號晚，飲醉酒嘅楊喜利去店仔搗亂，楊某匿入雜物房，老婆企圖阻止，但俾楊喜利毒打，仲被拉入房。楊喜利叫啲同黨睇水，喺雜物房嘅楊某聽到老婆被姦，唔敢制止。過咗1個鐘，忍無可忍報警，警方趕到拉咗楊喜利。事後楊某個老婆精神崩潰，多次企圖自殺，但鵪鶉嘅楊某俾楊喜利屋企人惡人先告狀，仲啞忍逃避。對於公職人員作奸犯科，當局就推卸話楊喜利係臨時工，喺休班期間犯法係個人行為。